诗，第一首是新圣诗481首，新圣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请老师481。咱来念第二首，第二首应该咱罗州教会也毋捌念过，253首，253首。上帝的教会毋是点点点，这首咱也毋捌念过，所以请苏琴老师来弹一遍，互大家熟悉一下首诗旋律啊。第三首，咱有较适合总是无介好念，咱来行一遍，好就好。393，新圣诗393，俄勒专员稳定自在。俄勒专员稳定自在，满足前后感谢跪拜。心公义的爱，主
会这个时阵当咧庆祝释教150周年，对无？哎，请咱赶快用欢喜热情的心来敬拜阿拉咱主，请咱甲厝边隔壁讲，欢喜来敬拜阿拉上帝。欢喜来敬拜阿拉上帝。请大家起立，哎，起立，咱用欢喜的心来做伙敬拜咱的主。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这最上帝的主名，因为耶稣这最新，因为耶稣的救命，因为耶稣让无可我的灵性，他的享受主我命。因为耶稣奉行三亚主主定，站在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行你，咱拢站在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站在上帝主名，因为耶稣。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温处撒宽大，有时欢喜当灵心，有时苦难当伤悲，因为耶稣撒高当苦撒高低。家姊妹姐妹来，站在一个人。上帝的主名，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温处撒宽大，有时欢喜当迎新，有时苦难当伤悲，因为耶稣撒高。颂赞美，咱继续来拍鼓啊，来学了咱的主。一切感谢阿拉，拢归我主我上帝，伊是堪比敬拜甲阿拉。
生命。哈利路亚！一起来讲一个哦。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感谢阿拉。一切感谢阿拉，拢归我主我上帝。伊是堪比敬拜甲阿拉，咱就大声唱歌，都主耶稣生命。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将一切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坐下来之前，请大家跟隔壁说，泸州教会150周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请坐。我们要继续将这个热情呈现出来。我们要来唱复兴的火。我们泸州教会是不是希望越来越复兴呢？阿门，阿门，感谢主。心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相信生命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讲，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释迦的呼召，以赞美在宝座前为荣，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基高，复兴的火焰在燃烧，让我们相信生命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讲，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释迦的呼召，以赞美在宝座前为荣，让复
心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复兴的火，生命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复兴的火，生命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请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你爱阮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主啊，你爱阮来常常来倚靠你。主啊，伫这个荣耀的时刻，愿要伫你的面前敬拜阿乐你无煞。感谢你，互阮会当真做你的囝儿。感谢你会当，互阮真做一个人，互阮伫你面前敬拜阿乐主你。主啊，阮特别感谢你，伫阮6月份所举办的罗州教会150周年的赞美礼拜、感恩礼拜，以及马节日，拢会当有主你美好的带领，拢圆满顺利。感谢阿乐主，愿阮所也的福音的种子会当开花结果子。恳求主你将这复兴的火继续伫阮的心中来点灯，互阮会当持续兴旺，互阮会当继续广传福音，为主你传福音，互搁较侪人会当认捌主你。阮要将荣耀拢要归乎主你，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来，搁一遍将荣耀来归乎咱的主，感谢主。
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因为伊捌行奇妙的事，伊的正手甲伊的神的手骨已经为家己行拯救。耶和华互人知伊的拯救，伫列邦人的目睭前显明伊的公义。弟兄兄弟平安。咱正要吟诗圣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合一，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阮顶礼拜庆祝泸州教会150周年的活动，阮毋是干那毋是干那要庆祝尔，要学习马街来台湾传福音的精神，无论拄着啥物困难，拢无论的献身伫台湾这个土地。泸州教会大家爱同心合一，毋通为着家己的私欲，大家要共同为着福音的标来跑走。虽然疫情有较好，但是也有侪人得着。愿上帝施恩赐福，互这个病毒完全消除。也愿上帝从你的圣手医治侪辛苦病痛的兄弟姊妹，互因的身体完全健康。阮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圣诗的后壁面1113页，启应文第62，腓立比书第2章，我来启，恁来引。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圣神有交离，恁就有像款的心智，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
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这声，一切的罪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对上帝。以上，即摆来要献诗，请少年团契来献诗。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感谢少年团契，用上水的歌声来学乐上帝。咱即摆来献开圣经伫个新约的后壁，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60甲第9节，后壁189页。我来强读上帝话。
我栽种阿波罗压水，独独上帝予伊大长。安尼生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得啥。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若定，栽种的甲压水的拢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着活，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阮是上帝当着活的，恁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以上。来，插起来念主祷文。我你的名是，你的国人教，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食今仔互我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赦免辜负我的人，无得带阮入迷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只讲道，要请林宜坚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起来、坐来、建造教会。乐园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顶礼拜庆祝了释教150周年的感恩礼拜，也伫22号有即个泸州马街日教会导览日。感谢主，互咱遮一切拢通顺遂。感谢所有的中级同工兄弟姊妹伫即中间的调磨，关主来纪念，咱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上帝。今仔日透过起来。起来，起来，这是一个动作，起来就是做伙来，咱做伙来起着咱的教会。一切活动事工，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做伙来起着教会。今仔日经文甲咱讲，教会是上帝的厝，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信徒，拢是上帝所造的园，我们都是一个园子，咱嘛是上帝所要起的厝。咱这个地基就是耶稣基督，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定根徛在伫耶稣基督这个地基石盘顶面，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带阮众人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伫遮来敬拜你，来服侍主你。主，阮要将一个150档一个历史的故事，要继续来写落去。也继续来传落去，传承马街军队耶稣基督，主带阮的未来，主互阮搁一摆定根阮信仰的地基，伫耶稣基督这个石盘顶面，互阮搁一摆较深来刻薄明白你，互阮伫主你所要将使用阮是你所造的园，甲你所要起的厝，互阮这个根基是徛在的。风吹日落，拢袂倒。求主帮助阮，稳固徛在伫主你的顶面，伫真理的顶面，来起造阮的教会。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声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感觉你来伫教会，你是来参加一场的聚会？还是你是来起造教会？刚才有人讲，毋是拢同款吗？有一样吗？你是干那？你家己来参加，感觉讲来参加一场礼拜聚会，还是你会阁进一步注意到，甲人去建立关系？要起造教会，要建造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关系。咱甲上帝有一个结连的关系，咱甲兄弟姊妹有一个结连的关系，
好亲像头拄咱一开始所练习，较等咱讲到了后所要吟的歌，圣诗253首安那讲。伊讲，咱受敬的人来到伫教会，毋是要做样，毋是干那做一个形，咱是要对神秘家来建立。愿主帮助咱透过吟诗，透过诗人用信仰、真理的话语所描写一个信仰的反省，互咱会当伫一个咱的起造咱的教会、起造咱的信仰的过程，咱知咱要怎样来起造。检查每一个人来到伫教会，拢有无同款的目的、原因，拢无同。无论怎样，咱掠条一个真重要的目标，就是咱爱来做伙起造教会。即使信徒若欠缺信仰的使命感，教会有可能会变成不冷不热的地方。如果教会欠缺福音的使命感，有可能教会敢若成做一个俱乐部，一个俱乐部。所以咱必须爱清楚来明白教会的属灵的意义，甲教会存在的目的。然后进一步，咱每一个信徒愿意来委身，成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来成做门徒。今仔日的经文讲，信徒是建筑的工人，信徒是建筑的工人。所以咱有责任爱起来，佮做伙来，甲上帝同工同着磨。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基督徒，伊则想要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所以伊就逐间拢去找，要找到合伊的感觉的。最后伊来到一间教会，伊感觉这间教会感觉很美好，所以伊就决定要留落来。伊就开始甲这间教会的传道人、牧者有这个对话，然后牧者嘛知影伊的心思，嘛知伊的用意、伊的想法，然后就甲伊讲一句话，甲伊讲：就算你感觉到教会很完美，但也会因为你教会变得不完美。兄弟姊妹，就算你觉得教会让你感觉很完美，但是也会因为你教会变得不完美。这个故事温总一个启示，小故事大启示。这个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在讲，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咱每一个人拢需要耶稣基督，需要救恩。教会这个意思，教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群互上帝拣选、佮呼召出来的人。所以有拣选，有呼召，这是真特别的。所以咱是一群互上帝拣选、佮呼召出来的人。加尔文的一个教会观是什么？加尔文，咱长老教会的创始者，伊一个教会观安尼讲，咱做伙来读。因为人的目的贫惰，人的心思空虚，需要外来的帮助，通互咱的内心产生信仰，来渐渐大汉到完全的地步。上帝怜悯人的软弱，为人备办这个帮助。因为人的目的贫惰，心思空虚，所以咱靠家己无法度来成圣，来成做完全。咱需要有一个外来的帮助，通互咱的内心信仰来徛在，会当渐渐大汉，学习耶稣基督，到伫完全的地步。上帝真疼咱，怜悯咱，备办这个帮助。到底这个帮助是什么呢？为人备办这个帮助，这个帮助就是教会。加尔文认为，这个帮助就是教会。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存在，要互咱信徒的信仰来大汉，渐渐到伫完全的地步。加尔文进一步佮指出，上帝将伊的囝儿自接伫教会的怀抱，互人来得到养赐，到有成熟完全的信仰，
人若会当掠上帝做老爸，伊嘛会当掠教会做老母。这就是咱一个观念：母会、囝会。也是姊妹，你的母会伫倒位？好，伫咱长老教会常常会讲，你的母会在哪里？特别对伫出外到伫异乡咧生活的人来讲，母会对伊来讲是真有感情的。我知影伫咱在座真侪为中南部迁徙来伫北部的兄弟姊妹，当你咧受起你细汉少年的时阵，伫你的母会受到信仰的栽培，伫遐教会生活、主日学、团契，拢互你真侪感情。当你想起来，我相信你是满腹迄种的信仰的感情会走出来。所以，这个母会真重要，就是咧养起你大汉。信仰大汉的迄间教会伫倒落，罗州教会是毋是咱的母会？在座嘛真侪兄弟姊妹，你自细汉就伫咱即间教会来长大，所以你应该更加搁较有即个对教会的情感，对教会卫生感情甲疼痛。所以加利文用老母养饲囝儿的关系来说明教会甲信徒的关系。加利文将教会当作是咱信徒的老母，将教会当作是培养信徒信仰灵命的真重要的学校。到底教会存在有啥物种的功能甲目的？有遮的功能甲目的，有礼拜，有服侍，就是服务，也有团契，团契中间有分享关怀，也有教育。训练培育，嘛有宣教，真重要。传福音的功能，有礼拜、服侍、团契、教育、宣教。所以，当一个人伊会当自细汉到大汉接受这的教育，有全备的礼拜经验、服侍经验、团契经验、受教育、信仰教育的经验，到伫传福音、宣教的经验。这个人伊的中调的过程，通讲是非常非常的栽培，根基嘛会当拍了真稳，嘛会当伫上帝家内面做真好的工。到底是甚物人伫咧起做教会？我想人的态度、眼光、决策，拢会决定着教会的方向甲发展。到底是甚物人伫咧起做教会？是牧师吗？是长老执事吗？是团契会长干部吗？是信徒会友吗？保罗讲，伫今仔日经文第90讲，阮是上帝的当着我，我们是上帝的同工。所以是咱大家做伙来起做教会。检查有牧师、长老、小会组织咧决定，才决策伫咧决定咱教会整体方向。中执会的执行，到伫团契做伙辅助三角行，到伫落实伫咱的当工，咱看到一届的150周年，一项一项完成，毋是安尼就步出来。好，这是伫小会中间讨论出每一个长老分工伫逐种的事工顶面，然后甲执事做伙同工，号召有文书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完成这个事。所以，咱知教会决策、态度、眼光，决定教会的一个方向甲发展。所以，咱是上帝当着我的，同工就是做伙工作，一起走的人。所以，不是同工哦，不是攻击的攻，是工作的工。我们是一起同工。教会头是耶稣基督。教会石盘是耶稣基督，当信徒组织做伙礼拜、唱歌、吟诗、祈祷、见证、分享，或者是爱餐，或者是咧清洁教会，每一项拢是伫咧起做教会。当信徒用文字，逐种的文字伫咧服侍教会，就是伫咧起做教会。伫以弗所书第4章12节讲，互圣徒招庇来做车用的工，起做基督的身体。所以，咱每一位信徒拢有责任
来起着基督的身体，起着教会源头是上帝，所以咱不过是甲上帝同工。当咱咧做主工的时阵，伫遮要来勉励咱大家。当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忧，也不用忧虑。过去伫牧会中间，我印象真深刻。有一位同工捌甲我分享，伊讲有一摆伫一个特别的礼拜，牧师要邀请伊来服侍，结果伊拒绝，结果伊的内心感觉真艰苦心，伊感觉伊受到圣神的责备。圣经有安尼讲，无得互上帝的圣神忧闷。有时一项工临到你的身上的时阵，有时毋是牧师长老即事甲你邀请，有时是圣神咧甲你邀请，透过人来甲你邀请。所以这个姊妹，我印象真深，迄时阵可能是一场的个别礼拜，要邀请伊来做一个部分的服侍，然后伊到尾顺服。伊将伊的代志摆开了后，伊顺服伫圣神的邀请。圣经讲，神的意向是活个平安，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兄弟姊妹，愿主帮助咱，互咱伫咱信仰的路站的过程中间，咱会当分别什么是咱就该顺服做的。过去有一站的时间，教会界常常伫咧研讨甲推动教会增长的策略，往往伫遐咧推广讲，教会就爱增长，教会界常办这个研讨，教会就要增长啊。所以有真侪策略伫遐伫咧研究，伫咧分享，总是伫这几年以来，这个增长的策略在思维上面有了一些改变。过去感觉讲教会的爱人数质量都爱增长，都爱朝向这个量化。总是这几年以来，教会行动的思维有了不一样的改变，朝向要成为一间健康的教会。策略变成要转向健康，教会若健康，自然就会成长。这就亲像一个婴仔，伊的成长过程，伊若有健康的器官、健康的呼吸、健康才会成长的过程，伊就有健康的身体，伊自然就会长大。所以伫教会若有健康和谐的团契关系，有健康信仰的信徒，有健康信徒生命信仰的体质，教会安尼减袂成长嘛？只要健康，教会一定就会成长。信仰的健康、成熟、敬虔，我想这不是用咱信主的年纪来断定，是要经过学习、操练、锻炼，不断的练习，直到咱会当明白，要怎样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来成做咱信仰甲服侍的一个操练。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8节，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8节安尼讲：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小看；若是敬虔，就凡事有利益。操练身体利益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咱要不断操练、练习、锻炼，直到咱的信仰长大，到伫安尼老练，直到咱的生命会当全人拢愿意为主来活，也为主来死。伫生活中间充满真侪困难挑战，有时阵咱的生活甲服侍嘛拢有交战，有时阵咱的本我意识
甲真理的话语嘛会交战。到底什么是为主来活？为主来活，就是为着主的缘故，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放下，我愿意穿别人的鞋仔来同理别人。圣经讲，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伫以修圣神所属合一的心。所以咱若有教会诚做一间彼此合一、彼此接纳、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祝福、彼此洗脚的教会。一间教会若会当合一、接纳、扶持、鼓励、祝福，互相洗脚，安尼教会减袂成长嘛？教会一定成长。他拄仔所读这段经文，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地以修圣神所相属的合一。我感觉这句的描写写了真，互咱点滴在心。台语讲着地以修。华语讲竭力保守，台语讲着地以守。什么是叫着地以守？这句话简单几个字讲出，合一的工课是爱真努力去保守，是爱努力谨慎，因为人常常伫无小心的中间就破坏合一。然后上容易破坏合一是什么？就是人的话语。箴言18章21节讲：生死的权在伫喙齿，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咱喙齿虽然是小小的器官，总是伊是会当有焚烧森林的那一种大影响力。所以伫遮嘛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咱大家，即马网络真方便，赖群组真发达，真 popular， 真普遍。即遮咱必须爱真谨慎来运用咱遮的赖各方面，千万唔通伫教会的群组发出负面的言论，因为即种的物件一点一滴，拢伫咧破坏教会和睦和谐，甲彼此的信任感。请用正向、积极、鼓励来伫咱群组来维护咱教会的合一甲疼痛。因为教会甲团契设立咱的目的，是为着方便传播消息，展现教会是疼的家庭，咱是要利益的福音。所以只要会当利益着福音，咱才伫中间伫遐来宣布。伫箴言26章20节安那讲？伊讲火欠茶就会花，无人学话三更就煞去。火缺了柴就必消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所以伫遮，咱用听教会。保护教会的心，伫遮来小心使用遮的媒体网络。你若懂得保护教会，你就是伫咧听教会。听主的表现，就是一个真好的灵性的操练。这幅图，我想咱大家真侪人拢伫中间。伫遮讲到什么 ？We are family。咱爱互咱的教会。真多一个听的所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的是什么？仁爱。这个有听的群体，就会吸引人留伫迄个所在。我这句话安尼讲哦，小孩子他会留在有爱的地方。你不用给小孩子很多的物质，你不用给他的很多的玩具，你不用给他吃很多
哇，这些很好吃很多的东西。你只要给他爱，他就会留在一个地方。那个爱是什么？就是你跟他说话，你陪伴他，你用你自己跟他玩游戏，他就可以留在那个地方停留好多小时。兄弟姊妹，所以当咱看到教会的囡仔，咱会当甲因讲话呢。好，咱唔免讲咱足大，咱老啊，免咱家己足细汉咧讲话。咱家安那，好，今麦可能要摸他，也要征求他的同意啦。可能也有这个很多的权利问题，没关系，咱听话，甲伊看一下，甲伊讲，你好可爱哦，耶稣爱你。兄弟姊妹，咱来伫教会，咱会晓学习。甲大细的人讲话，咱看到情人，有人会讲咱情人都好近哦，他都没有跟我问啊，咱就甲问安啊。咱看到伊咧滑手机来讲，平安，咱就主动嘛，对，用热情拥抱他，这就对了。你若无热情，伊要怎样甲你热情？那就知影青少年拢处在那个比较畏缩的部分，咱就给开启，咱就给点燃嘛。复兴的话，咱得透过这个关系把它点燃嘛。兄弟姊妹，我们不用再害羞。咱这年长的买当咱这少年囡仔，这少年的朋友来给伊请安，来给伊问好。伫这嘛提醒咱伫教会中间，对人的眼光一视同仁。咱唔是看关系来参加逐种的礼拜，唔是看关系参加个别式、参加婚礼、参加家庭礼拜。咱是用平等的眼光，听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对伫遐个新来无熟悉的，咱更加爱把握机会去熟悉因，去关怀因。所以 we are family。We are family 伫教会中间，大家拢是做伙，咱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所以伫遮咱会当问，有一个运动叫做 WWJD 这个 movement， 这个缩写是 WWJD， 伊的全名意思是讲 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会安怎做？如果耶稣在场，伊会安怎做？如果耶稣在场，他会怎么做？这就是咱信用实践的一个指标。What will Jesus do? What will Jesus do? 咱咧，阁会记得有偌济对年初到达150周年庆祝的事件。2月5号，教会 logo 甄选，来有伫中间的请举手，有在场现场，咱有伫中间的请举手。干嘛咧尔吗？有人伫华语堂的吼，是讲伫相片内面有你的举手。好放下，回顾一下，一个回顾是要互咱做一种信用的欢欣。3月11号，咱有安那欢乐悠游150的建造，来有参加这场活动，请举手。哇，很好，请放下。学习马街行路的精神，淡薄的体验啦吼，检测万几步都不足为奇啦吼，但是有感受到3月12号华语堂青少年复兴特会，有咱的青少年底下来带敬拜。4月29号马街角中校园的巡礼，来你有中间的请举手。咱到伫淡江中学真理大学底下伫校园来缅怀马街死在台湾、葬在台湾的爱，他对台湾的爱。教会守望泰泽音乐祷告会，为教会同心合意的祈祷。6月18号设教150周年感恩礼拜，来，你有中间的请举手。哇，咱知影咱迄天来偌济人无？较咱就无就看到，包括来宾将近要300个、260几个人，感谢主。6月22号，蘆洲马街至教会导览，来，你有中间的请举手，感谢主。迄天包括外宾，这是无信主的哦。
社区的人行入来嘛，将近200个人，包括咱家己的会友170多、180多。感谢主，伫遮特别咱要讲起对外墙的彩绘，咱来思考教会的起造。咱会记得咱的外墙本来是安怎无？白白空空对无？啊，即摆是安怎？即摆有啥物种的故事伫遐？耶稣降生的故事。好，外墙的彩绘唔是遐尼简单。你讲啊，就布出来，你来就就画安尼哦。这中间兼唔免计划吗？兼唔免去找会晓画图的人吗？啥物人要做？来，咱来看，对宽料到敲迄个颜色，到有姊妹兄弟来伫中间斗相共，这咱拢无看到的吼。哇，啥物人伫遐？啊嘛爱有人构图呢？你想讲啊，就敢甲画起哩哦？爱构图呢，事先花开偌济时间，伊爱先伫厝里先构图，到底会当画出来。到底安那有人伫遐上色，敢是遐尼简单？要讲起教会起造嘛，同款是安尼。咱对一开始，咱对信用真理拢毋捌，到底开始贴咱的信用，咱对上帝嘛无讲真清楚，对教会嘛无讲真清楚，总是一点一滴伫遐咧贴咱的信用。伫遐咧起造咱的信用，有人甲咱压水，有人甲咱压井吼，有人压井互咱，有人甲咱压肥，有人压水，有人安那，到底谁互咱中大？今仔圣经讲是上帝互伊大长的，所以压水的、压井的无算是神秘。兄弟姊妹，咱的信用毋是安尼来吗？对起初150当前，如果马街无回应这个呼召。咱有今仔日嘛？所以有人伫遮咧压境，然后咱的信用过去，咱来回想，有人对有母会，有人伫泸州教会，拢袂要紧。伫你这个中间，有偌济人伫咧疼惜你，咧栽培你的信用，到底你会当大汉到大。所以咱伫教会起造，嘛有小朋友的参与呢。咱这个外墙彩绘，毋是干那大人伫遐画呢。画了后，咱的助理2小朋友伫遐做伙，互这幅图会当圆满。教会嘛同款，咱伫顶面咧做礼拜，下面2楼，偌济小朋友，即马佫真侪来，真侪样的3、4岁、4、5岁，伫遮咧受到信用，哪像白纸从对起初，互人甲压境，这助理2老师伫遐咧甲因压境。这过程才有安尼。经文讲，流目屎也精致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咱的收歌安尼，兄弟姊妹，咱信徒每一个人是起造教会建筑工人。上帝所求于工人的，就是忠心良善、尽心尽力。当咱尽本分了后，咱将这个福音的结果交伫上帝手中。上帝要照伊应允的，互伊开花。到底结实累累，来，咱看咱身躯穿啥物衫？哇，真诶真侪人，可见真侪人真意爱真领衫。来，咱看咱的衫，你有看到你的 logo， 你的一个 mark， 这 mark 敢毋免有人设计嘛？这领衫要出来，敢毋免有人伫遐来完成嘛？所以对伫教会每一项事，咱用感谢的心来领受。咱无批评，这叫做领受。礼物是领受，这领衫是教会赠送予咱每一个人。无论伊穿伫你的身躯是啥物款，你就是甲穿起来，这就是一个荣耀的记号。这就是咱听教会的一个表达。所以咱用感谢的心来领受所有。150周年的礼物，好礼物就是咱毋是甲咱毋是用要求的，讲我要这我要迄，我要下我的形下我的心意。这叫做去买物件，买物件咱无爱咱就卖买对无？吼，咱穿袂好咱个退形安尼。我无爱，我要个真领，要个去箱，要个安怎？
但是礼物是你袂当摕，礼物是人的心意，人的疼。无论送什么予你，你就是领受。同款，教会送予咱的礼物，咱就是领受，用感谢的心领受。咱做伙读这段经文，不论是撒种的或浇灌的，都当怀着欢喜盼望。唯有神使它生长，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还是姊妹，咱看头前这8图有水无？啊，来，咱毋是干那看咱有伫内面无哦吼，无论你有伫内面，无伫内面，这拢是一个真水的整体。咱的这个话安那写来，咱做伙读出来。意象150，传承马街，延续使命，广传福音，委身教会，复兴泸州。哦，咱来看这8图，不是干那看咱伫倒位尔吼，重点是顶面的字。意象150，传承马街，延续使命，广传福音，委身教会，复兴泸州。那么感谢这8图设计甲完成的，互咱会当伫今年甚至到明年，也许就在这个地方会很久。咱看到这8图，咱无一个人会当得享，你就是咱爱好，这个人佮愈来愈多，愈加倍伫咱的这个信用团体的内面。所以今仔日保罗透过这段经文甲咱讲，我栽种阿波罗压水，独独上帝予伊大长。安尼是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得少，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那定。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条磨，要得到家己的工钱。你的工钱伫倒位？就是积聚伫天顶。你所做的工，上帝拢纪念，拢看到。因为阮是上帝当着磨的，恁是上帝所造的园，上帝所起的厝。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要甲这个园啊做了真水、真稳固，互伊大长的一个。咱每一个人，咱也是上帝所要起的厝，所以咱就照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恩，亲像智慧的师傅头，咱有下地基，别人起伫迄顶面。总是逐人就谨慎怎样起伊，咱咧起这个地基，咱就要谨慎，甚至一直起来，咱的信仰服侍、教会生活，咱就谨慎怎样来起着咱的教会。因为所下地基以外，无人会合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话，家己就咧对咱讲话，咱就领受，互上帝的话，成做咱这个园啊。要大长，要更较富有丰盛的一个源头，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每一个人拢是上帝你所疼的罪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伫救恩顶面有份，伫听主顶面有份，伫服侍主、服侍教会顶面有份，互阮做伙起来起造教会。主，教会是上帝你的家，是上帝你的圣殿。阮每一个人是你的肢体，是基督的肢体。阮就豆豆啊，照起工，照你所予阮的恩，做伙伫遮来疼惜、保护，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泸州教会150栋，继续用新的标杆来迈进，继续创造出。水个美丽，上帝合你心意的教会，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现在来念回应诗，回应诗253首。上帝教会毋是请起立。念全首。
侪。啊，奉献，请书院同工。咱先开迄个手中的周报吼，头前吼金句，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来，咱大家做伙念。因为阮是上帝着我，恁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哥林多前书3章第9节。即摆报告，首先欢迎新朋友林永光，有来哦，要伫哦，啊，离开了哦，好。啊，还佫有新朋友无？有啊吼，我来报告吼。本会消息，本会设到150周年庆典活动，顶主日6月18，泸州教会设到150周年感恩礼拜，拢总甲来宾260个。6月22，泸州马街日教会导览，拢总178个，将一切阳光娱乐归予主。啊，有去张铁教会6月22个活动海报的兄弟，请会记得吼，去甲摕倒转来，因为吼印假啊吼。啊，6月18下晡还未领到产号的兄弟，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吼。啊，6月28第2点，6月28拜三上午10点到12点半。泸州联导会伫本会聚会，主题是面对高龄社会教会如何因应失智的需要，邀请瑞智社会福利基金会副执行长分享，欢迎教会兄弟姊妹参加。第3项，迄个结婚的喜庆吼，7月初1拜6早起10点，林义仁长老、黄宝元长老娘夫妇，为
的长女林杰仪甲张渊杰先生，伫本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请邀请大家出席参加观礼。祝福新人恭喜愿主祝福。这个初二下主日，开拓教会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代祷。这个初二下主日，台语礼拜后举行韩国三民教会泸州短宣事工宣达装备研习会，敬请中级同工团结会长出席，欢迎有意愿的，搁做一个参与。会后教会有准备午餐，中昼12点半召开定期中级会，中级同工请准备出席。第六，关怀探访，这个初七暗时8点，如意凤姐妹，地点甲会看。第七、第三季的7月到9月服侍轮值表已经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个人的服侍项目甲日期，时间若有无方便的，请家己甲同工交换，请通知办公室干事吼。第8点，第8点，即个已经满啦吼，司法班已经满啦吼。第9点，本会印制一份教会简介吼，甲150周年圣经的金句，欢迎索取作为随身携带背诵金句，也是传福音使用。第10点，教会最近为着设教150周年的活动，投入袂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敬邀请兄弟姊妹为着设教150周年的事工，代祷奉献，回应上帝的听堂。第11，每礼拜三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陪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入幕福。第12点，迄个会议报告，请家己过目家己看吼。过来团契消息，少年团契今仔日第一礼拜后，伫教会1楼举行6月份的月例会。第2点，暑期儿童营，像是我的厝边，7月初8、9，拜6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4点半，招生40个，国小1年到6年，保证金300块，无迟到无早退，拢有参与的。活动结束后全额退费。报名甲应届6月18吼，6月19到7月初2开放社区报名，欢迎邀请亲情朋友的子女来参加。同来认识奇妙主。第3点，青少年团契8月18到20，拜5甲礼拜举行34年灵修生活营，基督徒的信仰甲价值观，地点九份教会吼，灵修会馆，对象是少客甲青客友，儿童出入升国小5年到6年拢会使，费用每一个人1000块，会使选择参加3天，还是参加2天，拢会使，费用同款，报名到7月初9为止，请迄个少气的陈香茹甲青少气卢宏宇报名其他相通请家己为着这辛苦病兄的兄弟姊妹来代祷。过来教界消息，7月29拜6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道部举行初阶中级训练会，专题是中级的团队甲伦理、分工甲同工、身体甲机体、中级的事奉甲管理，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讲员是徐生道牧师地点是大稻埕教会以上请牧师来补充。好，兄弟姊妹，咱若是有张贴那个咱的活动海报的吼，请会记得拢去甲伊拆掉安尼吼。过来就是这个礼拜3，6月28号，伫咱教会有泸州联导会
伫遮有一个主会，特别要针对面对高龄社会，这个如何因应失智者的需要，有邀请瑞智社会福利基金会副执行长来分享。所以咱若有兄弟姊妹是咱的中级同工，嘛欢迎来伫中间来参加。再来，咱来真恭喜艺人长老的查某囝婕妤要甲渊杰伫这个礼拜六伫咱教会来举行礼拜结婚的感恩礼拜，咱泡泡来甲因先恭喜一下甲婕妤恭喜一下婕妤好，再来伫遮我想150周年，咱伫这个到6月底咱该完成的这个事工拢真顺遂来完成，非常感谢每一位长老、执事、同工兄弟姊妹的配合伫遮咱有总务组艺人长老所带领遮有教会纪念的衫、纪念品，遮的篷布、遮的布条真侪遮的设计还有建议指示伫中间的合作遮的完成咱感恩感谢，还有公关准淑珍长老伫遮真辛苦海报的设计还有教会影片这个委托这个慧玲姐伫遐来制作真感恩感谢礼拜组龙真长老伫这个感恩礼拜事务沟通协调计划安排真侪遮真着磨咱的计划组秀兰长老辅导这个团契来办理在马街角中巡礼导览日健走外墙彩绘这些等等事工很辛苦嘛给感谢。再来史料组俊宏长老接下来咱有这个纪念特刊伫遮咧筹划的过程，咱嘛为了这个代志来祈祷6月18号迄天，在每一个中级兄弟姊妹个圣歌队青少年主日学家长才会配合做伙的这个献上这个真水的这个献祭伫主的面前，咱感谢主。特别伫遮外墙彩绘，咱爱真感谢这个淑华执事所带领的这个同工由方玲姐伫遐来构图，搁遮真侪兄弟姊妹参与伫遮，甲伊彩上颜色，真感谢。咱嘛感谢这个露营这个部分，有国民兄，有文珍兄，搁有雅慧，雅慧个慧玲特别雅慧即马伫咱教会官方网站真用心伫咧做一做，互咱的教会这个事工庆祝这个真水的这个活动，会当甲真侪人分享，也真甲伊感谢。伫遮真侪兄弟姊妹的配合，幕前幕后、台前台后、台上台下，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非常多人要感谢的很多，上帝拢看见拢知影。伫遮咱嘛爱感谢圣如节着无？来，咱将咱的所有的掌声，最大的掌声，将这个荣耀归予上帝，彼此鼓励，继续感谢主，唔通袂记一咯。咱阁有一场阁较大伫9月10号，要伫倒位？泸州国小活动中心这场爱动员阁较侪人，所以伫这个时阵，请咱兄弟姊妹甲咱的时间schedule已经排出来。9月10号迄天，就是互咱泸州教会最后这场的音乐会，最后需要真侪人的协助，所以咱每一兄弟姊妹，无论你做啥物种、担任啥物种的职务，你会当来参与，就是上大的荣光。感谢主。咱来买面诗第393首，阿罗全能恩典主宰，请起立。吟诗线，请牧师来接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阿门。